我哋生活入面有啲人特別受歡迎，同佢哋相處成日都好舒服。其實唔係佢哋運氣好，而係因為佢哋有高情商。今日同大家分享下高情商嘅12個特點，睇睇你已經做到邊幾樣。第一，能夠控制自己情緒。當你遇到唔開心嘅事，會先深呼吸10秒，等自己冷靜落嚟再處理，唔會因為一時衝動就講啲傷人嘅說話，或者做啲令自己後悔嘅嘢。第二，係個好好嘅聆聽者。當朋友講嘢時，你會專心望住對方，唔會隨便打斷。就算對方講嘅嘢你冇興趣，都會耐心聽完，因為你知咁樣先可以令對方覺得被重視。第三，講嘢識得顧及人哋感受。同一句說話，你會用令人舒服嘅方式講。例如同事犯錯時，你唔會直接話你點解咁蠢，而會話呢個部分我哋可以咁樣調整。第四，成日真心讚美別人。見到同事轉咗新髮型，你會具體咁講呢個髮型好襯你，睇落好精神，而唔係隨便敷衍話都幾好。第五，識得適時拒絕。當你真係好忙或者唔方便時，會溫和又好堅定咁講，今次可能幫唔到手，唔會因為驚得失人就勉強答應，搞到自己好攰。第六，能夠設身處地為人着想。朋友唔開心時，你唔會只係話唔好諗咁多，而會講我明你點解咁難過，令對方覺得被理解。第七，遇到問題先諗解決方法。工作出問題時，你唔會不停抱怨點解又係我，而會諗而家應該點處理，然後立即行動。第八，識用幽默感化解尷尬。唔小心喺會議上講錯嘢時，你會笑住話睇嚟我要再飲杯咖啡提神先得，令個場面輕鬆返。第九，會留意生活小細節。記得同事唔食辣，朋友鍾意坐近窗邊位，呢啲小舉動會令人覺得你真係好用心。第十，成日表達感謝。收到幫助時，會真心咁講多謝你幫我呢個忙，唔會將人哋嘅好心當作理所當然。第11，做錯事敢於道歉。唔小心傷害到人時，會誠懇咁講對唔住，我頭先太衝動，而唔係揾藉口解釋。第12，保持學習心態。唔會覺得自己已經好完美，而係成日諗我仲可以點樣進步，等自己變得更好。其實呢啲特質個個都可以慢慢培養。從今日開始，試下多啲聆聽，控制情緒，真心讚美身邊嘅人，你會發現唔止人際關係好咗，連自己都開心咗。你覺得自己最符合邊幾個特質呢？喺留言區話俾我知啦。如果覺得呢個片段有幫助，記得俾讚同訂閱，我哋下次見。